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初7，耶利米书26章11安尼讲：耶和华讲，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赏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互恁买景有盼望。撒甲来祈祷，赏赐平安，毋是降灾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你是掌理万物、赐福万有的耶和华，你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以色列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名牵伫阮懊恼的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因为生命在伫你，伫你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，所以阮要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将性命交托你。主啊，当阮拄到困境甲患难的时，阮伫迄个中间埋怨你，也就是你无看顾阮，总是你对阮讲，你所互阮所存的，是赏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。要互阮的买景有盼望，为安尼，阮要遵着心来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对咱所存的是赏赐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。所以咱就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感谢。甲学落伊的名，也专心来信靠伊，伊就要互咱的买景有盼望。愿主的听，时刻甲你三角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